在这边我们也有这个经文，我们预备好可以一起来读，请。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事，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跟平安。好，感谢神。好，那我们今天呢，再要来讲说有关这个随圣灵的风来起舞。随风来起舞，意思就是有一点风劲，有一点动静，你就在那边来起舞，你就在那边有一些行动。那这个风到底什么风？如果这个风是不好的风，那么带你所行动的就是让你扰乱。如果这个风是圣灵的风呢？圣灵的风是带给我们是随着圣灵，圣灵的意思是好的。圣灵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学习。那有一阵阴风吹来，郭伟伦打了一个这个寒战。这个荧幕上这个人就是郭伟伦，他的身体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他尾随着他的妻子到房间，用双手紧紧地勒住他的妻子的脖子，要将他勒毙。惨案就要发生。郭伟伦他是一个教授，可是他居然发生这个事，他心里焦急不解。他极力想要挣脱，却丝毫没有用，手放不开。这时候不知怎么了，他心里就喊了。上个礼拜传道有讲，最简单的祷告4个字，什么？主啊，救我！他还喊2字而已，因为他那时候完全不知道福音这件事。他只有曾经在美国的时候，人家带他去教会吃美食，他只有这样，主啊！他双手就松开。郭伟伦呢，回到床上，辗转难眠，几乎睡不着，耳朵却传来很柔细的声音：“明天不要去教会啦，因为他明天又要去教会吃美食。”这声音不断地说：“明天不要去教会啦。”敏锐的郭伟伦立刻感觉到这声音是来自灵界的力量，于是他回答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明天一定要到教会。”整个晚上一来一往的对抗，跟这个声音来对抗。清晨时，他还穿了一件红色的裤子，因为他在他修行当中。我们有机会等一下101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他的故事。就是他是一个能够预知下一秒的人，他从小就有这个能力，而且他能预知下一秒都是不好的事情，而且都是从他家最亲的人，而且他只要预知看到，就一定会实现。所以他心里很害怕，于是他从读书的时候他就开始修行，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修行，他觉得他要来改变一些人的生命。可是在那一天早上他醒来的时候，他修行得来的自信完全的崩溃，他不明白连蚂蚁，因为他们是修行人需要5戒，连蚂蚁他都不杀的人，怎么会要勒住他太太的脖子呢？这个咒诅的这个咒牌，他家里有用一些咒牌，他过去所修炼的那个能力都不见了。为了避免这种邪灵的这个搅扰，他特别那一天早上穿了一件红色的运动裤，因为他知道灵界的力量怕红色的运动裤，于是他就开车去到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而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祝伯父，姓祝，从中国大陆来的，他就分享了一个在香港居士信耶稣的经过。他提到，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聚会结束时，这个祝伯父请这个顾伟伦自己来祷告，可是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其实只会叫主啊。可是他说鼓励他，你只要讲，你只要讲。很奇妙的是，他回家的路上，一路上都有一股平安的气息笼罩在他身上，那个恐惧全然来消除。今天我们要来看，有一股力量，这个你感受，你看不到，你摸不到，但你确实它是看不到真实的力量，而这真实的力量，或许是会把你带到地狱里，但是若是神的力量，是圣灵，是天父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圣灵，那这股力量确实可以把我们带上这个天堂般的这个喜乐。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圣灵的行动。这个顾伟伦是逢甲大学资讯系这个工程学系的教授，他因为能够预知未来将发生的灾难的这个能力，但是又无法使人改变命运，因为他只知道会发生，可是他怎么样都没办法改变，他心中很痛苦。于是他常年就是钻研佛理，打坐练功，他持守着这个戒律的这个五戒。但是他无法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直到他到了美国求学时，他意外的成为基督徒，他尝到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平安跟喜乐。顾伟伦他见证他信主的过程，在美国这个教武术期间他这个有过这个打坐，希望能够提升法力。有一天呢，有一个教会的人来跟他传福音，就住在他家附近。他这样回忆说，他告诉那一个来传福音的弟兄，我们注意听如果人家来问你，你要怎么回答？他说：你们从来没有读过佛经，怎么知道佛经里不是真理呀？如果问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读过佛经。所以跟他传福音这个弟兄被他问怎样，赶快绕跑，哑口无言。不久，这个顾伟伦的妻子从台湾来团聚，这个教会呢，这个牧师很热心，又来探访他，又要传福音给他。结果顾伟伦又来反驳他，怎么反驳呢？我讲了很多佛经，这个牧者其实不知道怎么回应。可是这个牧者在离开之前，他只问了顾伟伦一句话，他说：佛教这么多戒律，你都守得住吗？顾伟伦说：当然，只要努力就能够守得住。可是他知道，他讲完这句话背后、事后，这句话扎他的心，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说谎。因为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守住所有的戒律，因为他每一次梦见或预知看见下一秒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他整晚都没办法睡。他甚至很怕睡，因为他只要睡，只要梦见的都会变真的，尤其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很痛苦，没有办法睡觉，心情很差。所以在他睡觉之前，他很希望睡死、睡沉，所以他都会喝什么 whisky 他破了什么戒？5戒里面的什么？佛教里面的9戒。所以他知道不想做的偏去做，想做的却怎样做不到，真是苦啊！真是苦啊！不想做的偏去做，想做的却做不到，有没有苦啊？我就是这样传到以前在减重的时候，我比原来胖20公斤，每次说我不吃，我要减重，结果怎样？我不吃，我要吃了才有力气减重。结果越减越重。不久以后啦，不是将来，不久之后，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祝伯母翻了罗马书。我们今天看第8章，对不对？第7章怎么样讲？7章18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的怎样。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哇！他看到这个经文，整个醒过来。他说：“这不就是我的困境吗？那问题是这个困境有得解吗？有，在哪里？在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罗马书》第8章，他就开始来解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8章，我们今天是读第3节，但是如果我们从第1节一直读到第4节，我们主要来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这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已经被主所拯救，已经是一个自由的人。从此，只要我们运行自由意志，靠着主，不随肉体，不随我们情欲，不随我这个想吃，而随圣灵。圣父、圣子、圣灵，圣灵也是神哦，只是你看不到。就像虽然这个比喻不是很完全，但是传道先借用一下，因为没有完全的字眼可以来形容这个圣灵啦，这可能一学期都讲不完的。圣灵就是这样讲，就是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上帝。但是它有不同的形态。如果容许我用这个来比喻，就是水有几种不同的状态，对不对？有这个下雨的这液体嘛，好，但它是水。那么呢，变成在一定的温度下，它变成什么？冰块，那是不同，但它也是什么？水，对不对？那我们晒衣服湿湿的，它怎么会干？那水跑哪去了？你摸不到，但它在不在？在，它潮湿，对不对？请容许我用这个解释。那虽然不是，虽然有一些这个不那么完全，但是你了解一下，就是它这个圣灵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有风、有气、有这个在我们呼吸里面的这个意思里面。好，所以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好，在我们肉体中定了罪。像我们读的经文，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着肉体，只随着圣灵的身上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它有一个意念，圣灵它其实是神，好，就如同天父啊，就如同圣子，像传道刚刚讲的一样。大部分人对圣灵是有误解，都是因为不了解它是有位格。位格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力量，不只是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而已。传道常常讲，它不止力量，那力量很大啊，那个电源也是力量啊。但你不能跟它互动，对不对？它也是超自然很大力量啊。好，但是我们的圣灵是有位格，它是有什么？它是也有个性的哦。它有意志，它是有感情的哈。圣灵呢，拥有耶稣以及天父所有的特质，它是全能、全知、永远不变以及永恒，它是三位一体真神，它是第三位。所以在我们今天经文第5节里面说，我要思念，思念就是意念，我要思念这个灵里面的，还是我要思念这个是这个肉体的呢？就是你的生命中，你要想要思念什么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思念肉体的想吃、情欲各方面我们的欲望的，那么我们就会随着它。如果我们思念神的事、圣灵的事，那我们就会怎样？随着圣灵，我们就可以来得胜。属灵的意念呢，是不受这个天然智慧的这个支配，只会受神的命令的这个支配，一点就没有肉体的这种影响，一点呢都不会是让我们凭着自己的头脑，乃是说主啊，我这个人你来充满，我愿意按照圣灵你的意识来充满。好，因为呢，我们这边有比较小的，但是传道要讲，但是我们这里面也有成人啊，我相信你们很想要知道。那因为顾伟伦刚才那个超自然的能力啊，超自然的你看不见，它确实是一种能力。那我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一个很长，但是这是台北和平基督长老教会蔡茂堂医师跟蔡茂堂牧师他的这个博士的论文讲到宇宙论。好。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很长的时间讲，那有机会我们还会再来讲，就是这个灵是你没有办法经验到是下面可不可以帮忙我？
经验是这一条下面的，就所谓的人文科学跟自然科学，这是我们可以经验到，也就是你眼睛看得到，你耳朵听得见，你可以摸得到的。可是，在这个经验之上，超经验就是你没有办法经验的，但是它确实存在的。啊，那对，好，谢谢你。啊，这上面是你没有办法经验到的，但是它确实存在，它是一股力量，只是这个力量到底是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是善的还是恶的？好，那中间这一条线，好，中间这一条线其实就是要分出是机械性的啊，还是机体性。机体性就刚刚我讲，它是有脾气，它是可以跟你互动的关系。那机械式就是你其实可以算得出来，它是一个律，就像这个地心引力，它是一个律。那么灵呢？灵是超经验，就是在超心灵，有没有超经验在那个之上？那么还有一个是你没有办法推论的，那么就是在他是里面，他是那一条线，麻烦再画一下，在他是那条线以上的，就是你没有，就是 other world， 是你没有办法去推论到的，那就是神。好，所以我们的上帝在哪里？最高的那一位。所以纵使有人很会算命，哦，像这顾伟文说的，他看面相是超准的。我们今天本来有预备影片，等下101会的时候会看，超准的，准到你会笑。准不准啊？准啦，因为它是机械式的嘛。机械式在哪里？这个可以帮我画个圈圈吗？啊，心想那边很准，可是准有用吗？没法救你。你一定要依靠那最上面的那个 God 那个上帝嘛，对吗？啊，有一个妈妈告诉我 ，good 怎么写 ？G-O-O-D， 对不对？好的事情，你如果少了 G-O-D， 请问剩什么？零。任何好的、美好的事情 ，good G-O-O-D， 如果你少了 G-O-D， 对不起，你只剩下什么？零。好不好？美好的事情一样神美好的事情才是美好的事情。好，那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真的我们人生，我们许多的决定，我们是要我们思念我们肉体情欲，还是思念这个灵？这个灵是圣洁的，叫圣灵，是三位一体的，它要帮助我们，它要怎样？你要选择以谁为中心？那这个圣灵是要叫我们自己知道罪就是不合神标准的。那神要我们合他标准，我们才能领受他的祝福，并且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圣灵他帮助我们，所以愿我们呢都能够随着圣灵来起舞。人生许多的决定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愿意让圣灵来带领，那我们这个叫做我们属灵的人。还是你要被其他事物来支配呢？被其他事物来支配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被带往不是属圣灵的，不是被祝福的，特别是不是 good 的，因为你少了 God 的 G-O-D， 你的所有的你看为美好的，对不起，变成什么？零，就没有。零还好，如果不是零是负数呢？那你就更惨了。愿我们的人生真的从惨兮兮当中变成笑嘻嘻，好不好？同样兮是差很多好不好？让我们的人生选择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活起来，我们就可以做那神所看为 good 的事情，而不是不好的事情，是灵的事情。圣灵是你愿意，他很尊重你，你要愿意接受，你愿意要选择。就像我们喝那个水果醋一样，你要让它发挥功能，你一定要把它打开，而且要把它喝下去，才对你有帮助，对你身体才会有影响一样。圣灵，愿我们来领受这个圣灵，把你的生命，你愿意倒空，圣灵才能够进入，进入你圣灵来带领你，那么你的生命你就会活在神的 good 里面。我们选择基督的旨意为我们的优先，我们的生命次序，我们就不会陷在自己的欲望跟恐惧当中。愿我们在2015，我们随圣灵来起舞，我们就能够有从圣灵来的果实，这些果实
实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我们要如何能够有神的圣灵来充满呢？我们就是领受神的话，让神的灵跟上帝的话来告诉我们。就像慧清刚才讲的，你信了上帝，不要信你自己以为的，很可惜。因为人很小，人很有限，人是不完全，所以你信的，你以为上帝是这样，你就把它框住了，而且变不完全，很可惜。你要从上帝的话语，更多的人来认识上帝的话语，那么你就会对上帝更有信心，而且更完全。愿我们成为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是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而弃绝掉那个属肉体的。靠人不可能。刚刚顾维伦，等一下我们看他的这个见证跟分享，我们就知道靠人怎么样修行都没有用。圣灵已经充满我们，只要你愿意，只要你选择愿意，我们就能够随着圣灵的风来起。神是 good 的，他要祝福我们。神在我们 good 里面，那我们可以活出我们合神心意的精彩的人生。我们请起立好吗？